好，来乡亲啊，这个澎湖的花火节应该要来开幕。阿洪选为澎湖上届满意的观光活动舞桥彩鸡，早暝先来入场。这各庙市的舞桥拢来出人，早暝的澎湖市闹热滚滚。 五彩缤纷的舞桥上街路，一年一摆澎湖观光的重点节目，好现场游客看甲目睭唔甘呢。大间庙舞桥拢办到够水，唔但喷火，还佫有喷泼的，表现出传统结合现代创意。超热闹的，第一次看到舞轿彩街，很特别。算特别啊！台北自己看的话，不太常看到这样神轎去搭配火焰喷射。 被评选为澎湖上满意的观光活动舞桥彩鸡，伫石湖广场举行，嘛替今年澎湖观光贵起鼓。唔但有舞桥彩鸡，佮加上锣鼓队轮番上阵，还佫有人狮和澎湖的暗时真闹热。主要就是保佑我们一般的艺术家，然后跟生意兴隆，然后上游可以看到我们舞蹈的文化。 总共23间的在地宫庙作为参加舞桥彩鸡的活动，嘛于今日开始的澎湖国际烟火节来入场，同时宣告澎湖观光季正式开始啊！